新嘅筆記。咁如無意外，大家同學收到本新嘅筆記啦，就係大家萬眾期待嘅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啦 ，Volume 9啦。除咗筆記之外咧，仲會有個功課14.4啊 ，past paper 啊。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嘅 past paper。如果大家同學一路喺度嘅話咧，我之前講過話正路地咧，我會俾大家嘅 past paper 係1980年，我未出世，去到最 update 嗰年嘅。但你見下呢份嘢，原因好簡單，因為呢嚿嘢咧。雖然 DSE 有10幾年，呢個係 DSE 嘅 syllabus， 之前係冇嘅。OK， 所以你唔使再問，點解你俾漏啊？唔係，OK，因為以前係冇嘅。呢個咧係由2012年開始去到最 update 嗰年。咁啊，陣間先講下有幾重要咯。咁啊，本身呢課書咧其實係幾地獄嘅。本身成個 DSE 裏邊咧最唔 consistent 嘅 level， 本身成份嘢啊，OK， 應該係得呢課最唔 consistent， 最唔 consistent 嘅。咁但係近年因為為咗令到大家唔好咁傷心，唔好咁難做啦咁樣，所以近年係出垃圾嘅。考幾多咧？我哋一齊揭一揭頁。咁所以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就係其實嗰課嘢考幾多啊？難唔難啊？等等。OK， 本身呢個咧有個 section B 嘅課題。OK， 第一。咁啊，第二件事咧就係每年咧 paper 2先，年咧都會有2條。OK， 2條嘅。而呢2條咧，咁多年嚟，我話難嗰啲年份咧都冇試過難嘅。呢2條係弱智級別嘅，即係極其量去愛嚟分4分5嘅普通嘢嚟嘅。OK，long quad 啦 ，paper one 咧每年會有1條嘅。咁啊，正路地就應該係5分至7分。OK， 除咗有2年，如果大家同學校經已學過嘅話咧，你知邊2年特別啲㗎啦。第一個咧係第一屆 DSE 2012年嘅問題，下一次再出現嘅咧就係2014年。但係2014年打後咧，因為嗰年嘅人咧由 A part 開始鋪到最尾啊。如果你學校經已教過，你知㗎啦，有個叫掉窿窿嘅一個遊戲問題啊。咁嗰年因為 A part 開始鋪到尾咧，佢開會完之後就因為太過分啦，同埋同啲 M1 嘅同學搭位。我哋即係M1呢啲人學 probability 啊嘛，有着數啊嘛，咁我就為免 M1 嘅同學太着數咧，從此由2015年開始佢就退出，退到而家，佢放棄咗治療㗎。所以近年嘅問題，你會發現年年都一樣咁滯嘅。所以本身呢課書咧極難，但係而家咧佢係退出嘅。咁啊我會頭幾堂講晒大部分年份會講嘢，然後我就會講我嘅私心㗎啦，好冇？好啦，嘭嘭聲開始揭頁。每次教呢個嘢之前咧，我都會揀以下呢個嚟做開始啊。本身呢個書嚟講排隊啊、揀嘢啊，但係講緊排隊揀嘢之前，其實由頭到尾都有個選擇嘅過程咯，即係冇排隊呢個世界，只有選擇。我哋唔好問樓下呢個，嗱唔好意思啊，有 update 我。佢話假若今日同學 A 在樓上3組中文字，OK， 揀一個每組揀一個字嚟組成一個句子，有幾多選擇咧？求其舉個例子，例如有啲咩咧？借車 ，OK， 然後係喺浴缸食叉燒，唔係露腳。OK，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選擇。咁我哋如是者有啲咩啊？即係人物揀一個啦，地點揀一個啦，活動揀一個啦。OK， 又例如馬車。OK， 然後就喺廁所窗黑玻璃，呢個係下一個選擇。又或者係HY。OK， 係咩啊？叉燒鋪露腳。OK， 下一個選擇等等，咁如是者你有好多個唔同嘅選擇。個故事好簡單嘅，就係你諗下，佢哋問你，如果咁樣 random 咁樣揀，人物揀一個，地點揀一個，活動揀一個，我要 random 去組成一個句子，有幾多選擇啊？咁樣由頭到尾去到幾後都好咧，其實叔叔都係講緊由頭到尾都係嚟自一個填窿窿嘅過程。我今日做咗幾多次選擇啊？3次啊嘛，畫3格，嘣嘣嘣。OK。咁而個故事好簡單，就係今日咧，因為做咗3次選擇。OK， 第一個有啲咩揀？人物有 HY 啦、Peter 啦、香港人啦、Brian 啦、姐姐啦、阿姨啦、馬車啦等等，1、2、3、4、5、6、7個。地點咩？上緊堂啦，開緊會啊，煲底下 OK， 喺廁所啊 OK， 叉燒鋪浴缸啊 OK， 1、2、3、4、5、6個。好啦，至於活動咧有1、2、3、4、5個。個故事就係咧，我想提一次喎，唔係加好喎，你淨係幻想下啫，淨係講緊唔好理提第3個嘅活動，淨係講緊人物搭地點，每一個人有6個選擇，每一個人有6個選擇，所以由頭到尾係一個乘號嚟，即係 HY 咧有6個選擇 ，Peter 咧有6個選擇，香港人6個選擇，如是者。所以假如今日我哋做咗 N 次選擇咧，第一件事 N 粒嘢相乘，見唔見到？所以假如今日做咗3次選擇咧 ，total 幾多個選擇啦？7個乘6個乘5個，我哋 N 次選擇 N 粒相乘。OK， 第一咁啊冇乜特別噶，7乘6乘5。咁呢個咧其實就算同啲中1、中2講，大概都聽得明嘅，就係因為咧每一個嘅支節有咁多，根據每一個支節後面又有咁多，咁所以咧乘好啦。OK，for each
後面嘅嘢都有5個。for each 呢嚿嘢都有6個預示者。OK 好冇？好啦，繼續望一望隔離嗰個，因為本身第一堂啲嘢好悶咧，所以你唔好阻止我。今日嘅故事會有少少荒謬嘅，我哋繼續望。佢話咩？阿 K 即係會有好多個唔同嘅男朋友，當中包括有5個美國、6個巴西、8個日本，同埋20個20個係中國嘅。喂，唔可以講呢啲。好啦，咁啊，然後佢就話咧，今日假若佢希望喺亞洲同唔係亞洲揀一個男朋友，即係做咗幾多次選擇啦？2次或2格。咁根據我地理嘅常識咧，全部都係同一個國家嘅，唔係，唔好講呢啲。我跟住佢話根據地理嘅常識咧，日本係亞洲，中國係亞洲，所以 total 咧係有28個選擇。OK， 非亞洲唔係亞洲5個、6個、11個選擇。OK， 咁所以今日咩啊？巴西係亞洲咩？冇嚇我啊，大佬！你搞到我地理好似有問題喎。好啦，咁個故事係咁啦。Dodo 做咗2次嘅選擇 ，OK， 所以2粒嘢相乘啦。呢個28個男朋友晒冷，我要搭呢個11個男朋友晒冷，每一個選擇都有對格。OK，咁所以咧乘好 n 次選擇 n 粒相乘，28乘11，答案308嚟嘅。好啦，繼續落去。佢話今日咧每個國家都揀一個男朋友，即係美國揀一個，巴西揀一個，日本揀一個，中國揀一個，5個、6個、8個、20個。我認出答案4次選擇，即係如果你今日一次要約4個人，每樣約1個，有幾多個選擇啊？我認你可以幻想下，你有咁多種嘅男朋友底下咧，你望下4800啊，即係佢哋晒冷，你可以約4800日唔重複啊，係咪？即係好啦，繼續落去，下個係咩咧？唔好約咁多啦，咁樣 OK 約3個就夠啦，3個唔同嘅 country， 即係今日你做咗3次選擇啦。嗱，所以要提一提大家先。個問題就係你填啲咩落去啊 ？OK，係美國、巴西、日本啦，美國、巴西、中國啦，巴西、中國、日本啦，美國、日本、中國啦等等。OK，咁啊，你有好多個唔同嘅數法嘅，但係開頭咧，後期我哋會有啲聰明啲嘅選擇，但係暫時我就想講，其實就算冇學嗰啲咩 NCR、NPR 嘅問題咧，你仍然可以就咁揀嘅。我今日揀埋咗4個，有美國、有巴西、有日本、有中國，目標填落呢4格，即係目標填落呢3格。咁我哋有幾個，因為4粒嘢咧，我揀3個啊嘛。第一個問題即係唔揀邊個嘢，又或者不如大個一間啦。OK，通常我哋數嘢嘅方法好簡單嘅，就唔好突然之間咩憑感覺，我突然之間好想見到日本啊，由填落去。OK，撳死其他嘢，喐一粒最好㗎。即係例如今日頭2個美國、巴西，OK揀咗，後面嗰個揀日本啦。美國、巴西仲可以答咩？中國啦。美國、巴西咧答晒其他嘢㗎啦，冇其他選擇。好啦，到美國繼續唔喐，答日本啦。美國、日本答巴西揀咗啦，美國、日本答中國。好啦，即係美國、日本都揀晒㗎啦，咁喐埋個美國啦。美國、巴西咯、日本咯、中國咯，所以 total 咧會有4個嘅唔同嘅選擇。OK，咁當然咧學咗嘅同學都知㗎啦，即係4C3咁樣，後期會再講。OK，咁但係 direct count 咁少嘢，其實唔使用啲咁高級嘅方法。同埋我想講，就算你用咗啲高級嘢咧，你都係要咁樣數嘅，因為每一個人嘅數量唔同。OK，好啦。做咗3次選擇，3粒嘢相乘。美國有5個男朋友，我哋巴西有6個，日本有8個。繼續落去，美國有5個，巴西有6個，我哋中國有20個，美國5個，日本8個，所以中國20個，跟住係個繼續，巴西6個，日本8個，我哋中國20個，搞掂。咁留意翻咧，因為佢係呢3個，或者呢3個，或者呢3個，或者就唔係同時間嘛。OK，所以今日咧打橫相乘，打動相加，橫乘直加就係咁啦。OK，好唔好？咁啊，除咗呢個 case，仲有另外一個 case，仲有另外一個 case。5乘6乘8加5乘6乘20加5乘8乘20加6乘8乘20，做完答案2600。約2600日冇重複啊。OK，就係咁，冇問題。揭到後面個版，試少少啦，好嘛？啲咁多嘅嘢，我哋 feel 一 feel 嘅。第試少少，第4頁。第2題要做，第4題要做，第2、第4做完咧，幫我做多個，做埋第7咧，247咧，3個，247。再講一次話，如果你第一次學咧，咁啊更加好。OK，良好習慣，唔好懶得滯，因為本身呢部書咧其實係冇乜 step 嘅問題嘅。OK，由頭到尾就係 all or nothing 嘛，即係假如你今日如果你 account 有任何一 case，你1分都攞唔到，所以最好咧畫翻低你有幾多次選擇。OK，將你要數嘅嘢嘗試 illustrate 一下，到底做緊啲乜嘢，好冇？2分鐘開始。
出邊啦，出邊啦，可以啊，係啊，因為你有，即係你開咯，肯定唔係啱啱先講完，喂，好係咁，我同你講咩啊？我出嚟，我出嚟㗎，唔係學咗啊？喂，咁你唔好懶啊，揀咗幾多次話翻幾多格啊，唔好做低零嘢嗱，我哋肯定要重面㗎，個個都當唔識你咁樣㗎啦，乜㗎？點講啊？係你頭幾條都做錯，點解錯到尾啊？幾多次選擇，有粒嘢相乘，係咪？因為你嗰條樹啊，你係一個答多個，一個答多個啊嘛。快啲啊！話揀幾多次嘢，或幾多格？唔該。係咪唔會就係嗰班嘢飛過咗好多，擘大咗。因為中間好，繼續咁啊！故事好簡單嘅，嗱開頭咧，叔叔等大家知道，其實由頭到尾去到最後咧，即係咩 NCR 定 NPR 啊，選擇定排隊，其實都係填窿窿咯。OK，由始至終都係一個填窿窿嘅過程。佢話今日咧有4款湯啊，5款 main course 啊，6款嘢飲啊。OK，每樣揀一個，嘣嘣嘣，即係揀咗3次選擇。OK，咁啊，呢個係4個選擇，湯有4個 ，main course 有5個，嘢飲有6種，所以答案4乘5乘6，同時間揀晒3樣嘢，3次選擇。OK， 4乘5乘6，答案120，連續食120日咧唔會重複嘅。OK， 好啦，隔離繼續。佢話今日咧呢個好活生生啊，好人生嘅例子。佢話今日假如你撞 MC，咁啊有5條 MC，每條4個 choice，任撞有幾多個撞法啊咁樣。OK，因為今日你係 random 撞啊嘛，撞幾多次啊？5次，1、2、3、4、5，頭先幾多人寫5乘4係條友真係完全唔識啊！喂，呢個好離譜嘅啫，你 total 有5嚿嘢啊嘛，一定會有5粒嘢相乘啦，先咪講咗咯，係嘛？每個4個選擇 A B C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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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係咪咁啊？所以答案4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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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唔好憑感覺，你冇乜感覺嘅，你自己知啊。OK， 4嘅5次，4嘅5次，喂，4嘅5撳幾都撳到，4嘅5次，答案1024嚟。好啦，下個 B part B。4條 MC， 嘣嘣嘣嘣，每條5個選擇 A B C D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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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咗5次選擇，5粒嘢相，即係 total 咗4次選擇，4粒嘢相乘。OK， 每個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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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5乘5乘5嘅4次方，5嘅4次，答案625嚟嘅。OK， 冇問題，後面繼續 feel 下啲規嘢先。佢話今日咧有4類唔同嘅書啊。有 science 啊，有 romance 啊，有街 book 啊，有曲 book 啊。OK，total 有11本 science 啊，9本 romance 啊，8本街 book， 5本曲 book available。假如今日淨係揀一本，呢個直頭係即係小學問題嚟㗎，大佬係咪？你揀一本書咪得一個選擇，有幾多個嘢啊？咪11加9加8加5咯。total 有幾多本書咪幾多個選擇咯？就咁廢嘅 A。OK， 11加9加8再加5做完33嚟嘅。B， 每樣揀一本。有幾多類啊？4類，4次選擇，嘣嘣嘣嘣。OK， 第一個有9本，就係11個 science， 9本 romance， 8本街 book， 5本曲 book， 做咗4次選擇，4粒嘢相乘，所以答案11乘9乘8乘5做完，答案3960啊。好啦，跟手 C part C， 呢個咧叔叔會講一講啦，2本。咁啊，睄下先。其實咧，我覺得數呢嚿嘢咧有幾個聰明嘅數法。我先講最蠢嘅先，即係呢收晒先咯，好冇？即係你諗下，我今日做2次選擇啊嘛，嘣嘣啊嘛，係咪？你做2個唔同嘅 kind 啊嘛。OK， 嗱，我想講其實今日呢個問題如果我再賤格啲咧，2個可以一樣咧，其實再衰啲嘅。OK， 咁啊，佢話你今日要係2隻唔同，包括啲咩啊？你今日有4類嘢，包括 science， 包括 romance， 包括街 book， 包括曲 book， 有幾多種唔同啊？照舊我呢收下先。即係今日嘗試將呢4類填落2格，可以 science 搭 romance 啦，撳死一個喐其他，可以 science 搭街 book 啦，可以 science 搭曲 book 啦，即係 science 搭其他嘢搭晒㗎啦。好啦，再下一個
可以係 romance 啦，答 science 同 science 答 romance 鬼樣啊嘛，唔數 romance 答 guidebook 啦 ，romance 答 cookbook 啦 ，romance 開頭數晒㗎啦。好啦，繼續啦 ，guidebook 答 romance 數咗 ，guidebook 答 science 數咗 ，guidebook 答 cookbook。guidebook 答 cookbook， 所以你會見到咧1、2、3、4、5、6個情況。咁有啲同學咧會醒少少嘅 ，depends on 咩就係 science 答唔係 science 啊，你要兩個唔同啊嘛。咁啊呢個高級啲，我哋後期會再攞嚟感覺數啊。咁但係我哋開頭做下啲蠢嘢咯，得嗰啲咁多嘅6個 case 都係寫多幾粒字嘅，好冇？哎呀 science 有咩選擇啊 ？total 有11個 ，romance 有9個 ，science 有11個。guidebook 咧有8個 ，science 有11個 ，cookbook 有5個。好啦，下個啦 ，romance 有9個 ，guidebook 有8個 ，romance 有9個 ，cookbook 有5個，guidebook 有8個 ，OK，cookbook 有5個，還成值加乘完加晒做完。作為一個聰明嘅寶寶，事實上你會見到11乘9加11乘8加11乘5咧，你有數學常識㗎嘛？加晒就咁算啦，唔使寫3次11啦。OK，所以11乘9加8加5再加。romance 答其他可以答 guidebook 啦，可以答 cookbook 啦。好啦，last 一個 guidebook 答 cookbook 就係咁啦。OK， 好冇？冇乜特別。掂，繼續11乘9加8加5，再加9乘8加5，再加8乘5啊！做完得冇？399嚟嘅。掂面得啦，冇問題啦，好輕鬆啦。即係尤其是嗰啲學過啲個樣好招積啦，我哋繼續落去。雖然我頭先見到學過啲都有錯，繼續下個。成課書咧未開始，而家開始。成課書叫咩啊？排隊啊嘛，都未排。我哋呢啲由頭到尾啲規選擇問題，講翻排隊先。揭頁，第9頁。呢一刻開始同我捱10分鐘，因為我要講10分鐘嘢。嚟，好少講10分鐘嘢，因為通常我講10分鐘嘢，你有瞓着㗎啦。嗱，我而家提埋你，我講10分鐘，唔好瞓，你精神啲。嚟，第9頁。排隊嚟講咧，我分成2大類嘅排隊，一隻咧叫做 N 排 N， 即係假若今日咧5條友。1、2、3、4、5一齊話題，唔好睇前面嗰啲，前面嗰啲唔使俾你睇。1、2、3、4、5，5條友嘅排隊。喺呢個世界裏邊，其實由頭到尾都冇排隊。頭先咪講得填窿窿啊嘛，係咪？第一個幾多選擇揀3次，咪第一個幾多選擇，第二個幾多選擇，第三個幾多選擇咯。5個人排隊，個故事就活進出5粒數字，擺落5個窿窿。OK。如是者啲咩排法？1、2、3、4、5，1、2、5、4、3，1、3、2、4、5，1、5、2、3、4等等。OK， 3、1、2、4、5啊等等。OK， 咁你幾多排法啦？好啦，第一個啲咩選擇？如果你今日將5條排隊，第一個係咩選擇？你填落去啊嘛。喂，5條你揾邊條揾到排落第一個啦？係咪5個選擇？下一個幾多選擇啦？揀完你唔會5條同一條一隻，你5個人排隊，5個人唔會一樣樣嘅大佬。所以揀完不能再揀，下一個得翻4個選擇。揀完不能再揀，下個得翻3個選擇，如是者1、2個選擇，剩翻條友死埋一堆，1個選擇。根據 n 次選擇 n 粒相乘，所以5條友嘅排隊會係5乘4乘3乘2乘1 ，OK 就係咁啦。咁但係你幻想啦，喂，講真好輕鬆啫。喂，如果唔係5個，係 n 個1、2、3、4、5、6、7、8、9、10去到 n 條友嘅排隊，第一個幾多選擇啊 ？n 個啦，係咪？下一個咧揀完唔可以再揀 n 減1個啦 ，n 減2個啦，加乘到1。喂，乘都乘死啦！所以數學上，如果大家堂有 M2 啊或者 M1 嘅常識，你都知㗎啦。OK， 喺呢個世界裏邊呢，有個符號個設計咧就係為咗唔使你撳咁多粒掣嘅，叫做 factorial。factorial 即係感嘆號，即係同你即係就算你冇學過，你以前打粗口，你第一次學，你攞部計數機翻嚟，最中意打粗口，你打完嗰個都係咁打感嘆號㗎，係咪？同一個掣嚟嘅。OK， 好冇？咁呢個感嘆號呢個 factorial 咧就係由嗰粒乘到尾嘅意思，所以呢個咧就等同於5嘅 factorial， 咁就唔使撳晒啦。5 factorial 答案120嚟嘅。咁樓下呢個咧 n factorial。OK， 咁呢個咧就叫做 n 粒嘢排晒落 n 格。所以下次如果你想將 n 條排隊啊 n factorial， 想將10條排隊啊10 factorial 啦咁樣。好啦。喺呢個世界裏面排隊咧，唔一定排晒所有人嘅。例如今日你唔係個個都係豬肉獎噶嘛？例如5條友，唔係人人有獎，揀3條攞冠亞季軍。OK， 或者你亞曬3條食雪糕、食蛋糕、食屎咁樣。OK， 你有3個唔同嘅選擇嚇。咁如果你亞曬啲唔同嘢俾佢底下咧，咁你揀3個，你唔揀晒，而且排隊底下你排啲唔同嘅禮物俾佢。OK， 所以你唔會揀晒嘅。呢個叫做5選3做排隊。OK， 第一個係咩選擇？其實由頭到尾都係嗰句啦，排隊又好，你揀嘢出嚟亞曬嘢俾佢都好。OK， 你第一個有幾多條友揀啊？5個咯，揀完唔會再揀噶嘛，4個咯，揀完唔會再揀噶嘛，3個咯。所以今日個故事就係5乘4乘3。你試下感覺下個故事就喂，如果5個揀3個，你都係咁樣寫嘅。如果20個揀10個。你唔係寫死你大佬喂！如果20條友 ，OK， 我揀10個出嚟，咁點啊？第一個咧20個選擇啊，19個、18個、17個 ，OK， 16個、15個，耶咁啊！
係咪？你唔想啊，因為你知道個 factorial 嘅設計咧，唔係乘到中間半撚坑啊，係乘到尾啊。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幻想今日我哋唔係呢個，而係 n 個揀 R 個出嚟排 ，n 選 R。OK 嘅時候咧，即係話今日唔係全體啊全人類排隊，而係分下啲豬肉獎啊，分下其他獎，但唔係人人都有嘅。OK 嘅時候咧，第一個有 n 個選擇，下一個係 n 減1個選擇。呢個咧需要一定要問先，因為呢個就算學過 M2 嘅同學都有啲數學嘅常識問題。我想問，如果呢度有 R 格，呢度第一個 n 個選擇 ，n 減1個 ，n 減2個，最後嗰個幾多選擇 ？n 減 R。哎呀，呢個咧啲常識。而家通常咧，大家數嘢好廢咧，我明嘅，我都唔係太叻。但係通常我當個數字好大嘅時候咧，我縮成兩格，你就知發生咩事㗎。當兩格嘅時候咧，我第一個係 n， 第二個 n 減1。三格嘅時候咧係 n 減1 n 減2，四格嘅時候咧係 n 減1 n 減2 n 減3，所以 R 格嘅時候咧就唔係 n 減 R， 而係 n 減 R 加翻1。OK 就係咁啦。所以理論上咧呢個扎嘢相乘嘅時候就係 n 啊 n 減1啊 n 減2啊去到 n 減 R 加1。但係各位最傷心嘅地方就係 factorial 呢個符號係要乘到1。而佢係半撚坑，你個目標可以仍然用翻 factorial 呢個符號咧，就係送翻條尾俾佢，即係下一個繼續送咧。你唔係乘到1啊嘛，我送埋條尾俾你啦。就正如頭先呢個，你乘到3我唔中意啊，你乘到1我最中意啊，所以乘翻2同乘翻1俾你，但係 kick 翻就係呢個咧就係本身嗰個 NPR 啊嗰扎嘢嘅定義，其實好垃圾嘅啫，就係由頭到尾都係乘好填窿窿啦。呢個你唔中意啊，乘翻條尾俾佢。各位觀眾嚟答我想問 n 減 R 加1下一個係邊個啊？n 減 R 啦 ，n 減 R 減1啦，預示者n 減 R，n 減 R 減1，乘翻1，下面一樣彈出彈入，目標令到佢完美，所以樓上嗰個一旦送翻條尾俾佢咧，你就由佢本人乘到落去1，所以樓上係 n 嘅 factorial， 樓下係 n 減 R 嘅 factorial， 就係咁啦。而呢個嘅定義咧，因為其實人生聽一次夠嘅，但係點解我一定要咁樣講咧？因為有陣時數嘢，如果你唔知嗰個嘢點樣嚟咧，你後期有啲 detail 位你唔知做緊啲乜嘢。OK 好冇？因為由頭到尾都係填窿窿咯，只不過嗰填窿窿嘅過程唔使次次都撳呢嚿嘢。以後啊就叫做 NPR 啦。呢個符號咧就係咁樣嚟嘅。NPR 就係 n 粒嘢，OK 個 pool 有啲咩，然後選幾多 ，OK 出嚟排隊。P stand for 排隊派對 ，OK permutation 咁嘅意思，好冇？咁啊有幾多排法啊？咁個符號就咁啦，係5P3啊，係頭先嗰個 ，OK 就係呢個嚟嘅。所以5乘4乘3乘2乘1除2除1一鬼樣嘅，都係60嚟嘅。見唔見到？好冇？就係咁，冇問題。你企到後面嗰版，直接啲嘅咯。我唔會俾你試噶啦。我哋講10分鐘，我頭先講噶嘛，未得啊，講幾分鐘人嚟。第10頁繼續。佢話今日呢個HY 撈個字啊，走去排隊有幾多排法啊？即係話今日由頭到尾做咩咧？就係你將呢5粒字擺落呢5格，嘣嘣嘣嘣嘣。第一個5個選擇，4個選擇，3個選擇，2個選擇，1個選擇。你唔用 factorial， 用翻 basic 嘅乘法係冇問題嘅。但係正常人係唔會咁樣做嘅。頭先講噶嘛，幾多條友嘅排隊，幾多條友嘅 factorial，5嘅 factorial 撳啦，5嘅 factorial 答案120嚟嘅。再望一望咧，頭先蘇講咧就係每年 DSE 咧會有2條 MC 嘅，大部分都係垃圾嘅，垃圾如樓下一個。佢話今日咧頭3個數字同埋尾嗰5個數字 of 8位數，呢個13年嚟㗎。早年同近年嗰啲樣唔差好遠嘅。form 一個電話 number， 頭3個有5、6、9 permutation， 後面嗰5個2、3、4、7、8 permutation， 即係話今日頭3個2、5、6、9、5、9、6、9、5、6、9、6、5等等，有幾多排法？我要答後面嗰個。你諗下，你幻想下，其實你做咗幾多次選擇啊？8粒咯。第一個有3個揀，第二個揀完冇得再揀，得翻2個，第三個揀完冇得再揀，得翻1個，後面5條一排隊5、4、3、2、1。咁呢個蠢啲，但係仍然都係做緊嗰啲嘢。你唔中意啊？3條一排隊3 fat 咯。OK， 5條一排隊5 fat 咯，一樣意思啫，好冇？答案3 fat 乘5 fat，答案720嚟嘅 C。OK， 冇問題。好啦，正常咧啲老師會分開幾條問題先講呢嚿嘢。我一次過講晒歷年嚟考過晒所有嘅故事，企到後面嗰版。通常咧，你諗下人類嗱排隊呢有分2種嘅。人類嘅排隊同非人類嘅排隊，你話非人類有啲咩排隊啊？數字嘅排隊咧，即係 random 將啲 number 排咯。咁人類嘅排隊係簡單好多嘅，而 DSE 大部分嘅年份係考咧係考人類嘅排隊。望一望後面呢個，佢話今日咧人物有6男，即係假設即係我都係男啦，好嘛 ？Peter、HY including 啦，6女，咁啊 arrange in a row， 咁啊幾多排法啊？即係話而家咧有12條友，有12格，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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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12格。將12條友掉晒落12格 ，no restriction，
12人排隊啊嘛，頭先講過啦。有啲人中意寫12P 嗱，我一樣嘢好想戒嘅，唔好寫12P12，或者諗下你寫一個數字次數都多啲啦，即係12條友攞12條友做派對咁樣。OK，咁就頭先講咗咯，12 factorial 咯，你寫字都寫少啲啦，係嘛？係咪？你唔中意寫12、11、10都得㗎。OK，就同一件意思嚟嘅。咁啊，但係當然啦，12P12都撳到嘅，但我覺得有啲弱智啫。OK， 12嘅 factorial 得冇？好大啊！喂，咁寫呢個算啦嘛，唔想抄咁多。係啊，抄埋啦，4790016000啊。OK， 好啦，跟手落到 B part。人類之間嘅排隊嚟嚟去去都係離不開幾個故事嘅，包括邊個同邊個一定要一齊啦，邊個同邊個一定唔可以一齊啦，我要同邊個隔住啦，我要等等，我嘅問題呢隻咧會係最常考嘅一個故事，就係邊個同邊個一定要在一起。你試幻想係點樣可以同女朋友永遠在一起嘅？即係你點樣可以睇成同一個個體？即係你永遠去食飯 ，OK。我哋唔係兩個人，我哋係一個人。我哋今日攞位唔係攞兩份，攞一份。Peter 同 HY 要兩個二為一體啦。OK，就真係 physically 在一起咯。即係話今日點可以令到兩個在一起啊 ？HY 同 Peter， 我哋兩個 sorry，HY 同 Peter， 我哋兩個唔係兩條友啊，我哋兩個咧係一個人嚟嘅。OK， 係嘛？即係你攞條繩綁住咪二為一體咯？你點樣可以同個女朋友永遠喺埋一齊？你綁住咪永遠喺埋一齊咯？故事係咁嘅。好啦，咁另外仲有啲乜嘢啊？外圍咧仲有啲人，即係話今日你本身有12條友，二為一體底下外圍仲有10條友，人本身係獨立個體嚟嘅。但係因為當 Peter 同 HY 二為一體之後咧，而家10人唔係，而家得11個人，因為我哋兩個係同一個人嚟㗎。個故事好白痴嘅就咁咪我哋肯定確保我哋兩個喺埋一齊咯，係咪攞位攞一份咯？所以今日如果11個人就話，首先第一個 idea 就係11人嘅調位。將呢10個人同埋 HY Peter 當成一個人，擺成11格，11人嘅排隊，11嘅 Victoria。嗱，盡可能開頭咧，我會盡可能每一個數字我都解釋一下，就係當佢二為一體嘅時候，當成11人底下11人嘅排隊。好啦，但係雖則我就話佢同佢二為一體啫，我左你右定你右我左你右定我右你左啊 ？OK 係咪？即係 HP 定 PH 啊 ？OK 乘2咯。OK， 因為放每一個情況底下，我哋調位都 as 第二個排法，所以乘2。好啦，下個繼續 C 呢種咧，我哋叫做 specific 嘅 position 啊，即係啲特麻煩友啊，你要坐喺邊個位？我永遠一定要擺C 位嘅，我一定要擺喺第一個位啊。佢話 HY 同 Peter 咧一定要擺 at the end of the row 啊，即係今日我有12個位，嘣 OK， 所謂 HY 同 Peter 一定要擺喺個 end 咧，麻煩友做先理論啊。OK， 擺咗先咯 ，HY 擺頭。Peter 擺尾，第一個選擇。第二個選擇 ，HY 擺尾 ，Peter 擺頭，選擇2。中間嘅人咧係求鬼其調位嘅，所以理論上中間嘅人都係任 fill 曬呢10格。OK， 仲有10個位啊嘛，係嘛 ？OK， 中間嘅人10個位 fill 曬呢10格，10人任意調位，10個 Victoria。但係 HY Peter HY，OK， 呢個有10個 Victoria， 呢個有10個 Victoria， 所以乘2咯。你理解上可以當成佢兩個調位又得。OK 啊，你當成呢兩個 case 其實一個人再乘2又得，是但啦。好啦。隔離嗰個繼續 D 俾粒星先，呢個咧歷年嚟冇考過嘅，但係呢個樣咧唔係成日都可以考嘅。你只有幻想下點樣先可以 alternately 嘣切啦，知唔知嘣切啊？梅花間竹啦。如果你今日你幻想，我哋今日有4個男，但係得2條女，有冇可能梅花間竹？你唔夠，即係用人話嚟講，你嘣切男女，你唔夠女啊？見唔見到啊？所以今日個故事就係你要做到呢個嘣切 alternately 咧，喺呢個世界裏邊，我哋得2種情況。第一 same size， 佢兩個數字完全一樣，即係6男6女、7男7女，8男8女等等。第二個 difference 等於1，我寫中文，相差等於1。但係呢兩個咧數法上有啲唔同，聽書乖，講晒咁多個樣先交俾你做，放心啊，陣間會有得做嘅。假如今日係4男4女，我求其寫個 size 啊。如果今日係4個男人4個女人，我要係梅花間竹嘣切，有咩選擇啊？可以男人排先，男女。OK， 唔一定，仲可以咩？女男。所以想講就係咧，假如今日係4男4女，即係話數字完全一樣咧。男人可以排單數位，女人排雙數位，或者男人排，對唔住，
女男、女男、女男、女男，或者女人排單數位，OK，男人排雙數位。咁但係男人排單數位係啊，男人排呢啲位啊，但係1、2、3、4號嘅男人啊，定係2、3、4、1號男人啊，定係1、3、2、4號男人啊？男人之間可以調位4嘅 factorial。女人一樣1、2、3、4定4、3、2、1定2、4、3、1 4嘅 factorial。下面呢個一個一樣，所以但係留意翻咧，如果今日係4男聽書乖4女嘅調位咧，出嚟嘅會係4 fact乘4 fact，但會有兩個 case，因為男人可以排先，女人又可以排先。但係如果今日佢哋係相差一格，即係假若係4男但是3女，各位觀眾你答我邊個一定要排先？男定女？男人咯，你試下擺個女人喺開頭啊，女男女男女男，你唔夠數㗎。所以個男人一定要擺開頭啦，男，然後咧4男3女，排法上只有一個，男人調位，女人調位，答案4 fact乘3 fact，冇得乘2嘅。見唔見到嗰個分別先，好冇？因為佢哋兩個嘅排法上咧，男人同女人數量一樣，邊個開頭都唔緊要，但男人多啲，男人要開頭。OK， 好啦，望埋呢個。今日呢個情況咧係6男6女，數字完全一樣嘅，所以你會見到咧，我哋有兩個選擇，可以係男女男女男女耶男女啦，或者女男女男女男耶女男啦。OK， 男人之間嘅調位6 fact， 女人之間嘅調位6 fact， 男女 OK 是但一個可以開始乘2，就係咁啦。好，答案6 fact乘6 fact 集中再乘2，呢個咧係1036800啊，跟住去到2。呢個咧，我哋俾3粒星。本身咧，叔叔細個學呢課書嘅時候咧，呢隻咧我哋叫做特別嘅情況嚟嘅。但係因為佢出得太過頻密，當啲特別嘢出得太頻密，就變得唔特別㗎啦。呢個問題咧係成日都考，隔2、3年就考一次嘅。OK， 所以都係嗰個問題啊。一唔一齊坐，咪就係排隊最關心嘅嘢咯。我哋要一齊坐，我哋唔可以一齊坐。若然今日條問題同你講冇女人係一齊坐，冇女人係一齊企。事實上咧，我哋有兩種情況嘅，到底係2個女人啦，定係多過2個女人啊？故事有啲唔同喎，你試下幻想下，如果今日呢個世界只有2個女人，我要啲女人唔再一齊坐咁點啊？你只要唔好一齊就係分開嘅，即係你只要減走去 together 咧，那麼啲女人就分開。所以你最簡單嘅情況，如果2個女人聽書啊乖啊，就係 all 嘅 case 減走 together， 好合理啊？係咪？呢個係得2個女人，你哋唔係喺埋一齊，你就自然就分開㗎啦。但係若然得有3條，咁點算啊？你減走3個女人可以喺埋一齊嘅時候咧，你仲會有2個女人喺埋一齊。如果4個咧，仲可以有3、1、2、2等等嘅情況，呢個咧就唔可以 all 減 together 啦。咁你就有第2個情況嘅。咁一旦點樣咩叫做女人隔離唔可以一齊啊？咪即係隔離個女人隔離唔係女人咯，女人隔離唔係女人會係咩人啦？男人咯，得2個選擇，因為即係一係男人，一係空氣咯。係咪？即係你唔好喺擺隔離擺個女人㗎。咁點樣可以做到呢件事啊？就係你希望隔離係左擁右抱，全都是男人，嗱我就投進男人嘅懷中。故事好簡單，所以今日先排低啲男人1、2、3、4、5、6，然後投進男人與男人之間嘅懷中，就係咁。咁你留意翻咧，你唔希望我哋2個瓜分同一個男人，所以每一條罅之間咧，你只可以攝1個女人。就話時你都攝2個女人，你隔離咁嘅女人咯。所以今日罅與罅之間咧，只能攝1個女人。呢個咧就叫做攝罅嘅 idea， 因為攝罅太難寫，我成日攝罅算啦。OK， 好啦，好冇？咁呢個攝罅嘅 idea 就係源自，總之我希望隔離一係空氣，一係男人，唔好女人。OK， 咁你只要投進男人中間呢啲你懷中咧 ，OK， 那麼就係空氣或男人。咁你話我唔想咁多男人啊 ，OK， 咁你就排邊啊？如果你想多啲男人啊，你就排男人與男人中間啦 ，OK。但係留意翻一條罅只能攝1個女人 ，OK。如果唔係隔離咧，就會有個女人喺度噶啦，分隔開佢哋。所以你見到咧 total 我哋有1、2、3、4、5、6、7條罅，揀邊6條罅嚟擺女人啊？係1、2、3、4、5、6擺啊？定係1、2、3、4、5、6咁樣擺啊？最重要係咩？你揀完罅未講完喎？係啊，我哋鎖定咗，我哋陣間會投進呢啲男人中啊。OK， 但係你擺呢條罅定我擺呢條罅？你擺呢條罅定我擺呢條罅 ？OK， 所以呢扎嘢咧有次序嘅問題，係1、2、3、4、5、6、7咁樣擺，sorry 1、2、3、4、5、6咁樣擺啊？定係6、5、4、3、2、1咁擺？定係2、3、4、5、6、1咁樣擺啊 ？OK， 所以咧你係7個揀6個出嚟攝落去7P6。7P6 嘅故事我 elaborate 一下，就係7條罅。嗱，罅字你我估你都唔識噶啦，我哋一齊寫罅算啦。7條罅攝我識寫其實係嘛？
中文都唔錯。我攝6個女人。OK， 好啦，當你攝完落去嘅時候，點解有次序問題？頭先叔叔經已解釋過㗎啦。係啊，你揀咗嗰6個啊，但係你1、2、3、4、5、6咁樣擺，定6、5、4、3、2、1咁樣擺，你隔離個男人係男人啫，唔係男人都要啊嘛，你都有要求㗎嘛，好冇？所以唔同嘅男人唔同嘅位置。好啦，男人係攝咗落去啦，但唔記得咗男人其實可以調位，所以你以為你隔離嗰個男人一定係嗰個，唔係，男人之間都係調位，6個男人嘅調位，6 fact 就係咁啦。OK， 呢個係女人攝完，男人再調位。OK， 好，冇問題，睇埋個 app 得啦，交俾你啦。佢話：今日咧 Peter 同 HY 希望中間係攝住2個女仔，點樣可以做到啊 ？OK， 麻煩有做先理論，即係話 HY 中間同 Peter，OK，HY 同 Peter 喺中間咧，有2個女仔，即係話 HY 要嘟 Peter 啦，係咪？今日後面咧仲有有12個人啊嘛，所以外圍仲有8條友嘅，8個人，8人，用。咁又係啦，同我哋頭先 sit together 概念一樣嘅。點樣做呢件事咪就係麻煩咗做先咯。呢4條友4為一體咯，攞位攞1份咯。OK， 你以為今日有12個人唔係4為一體，而家只有9條友9份9嘅 factorial。呢個就係因為4為一體一定做到呢件事先。D 唔 detail 另計，做咗先。OK， 好啦，另外啦，係啊，4為一體啊 ，between 佢哋啊，呢4條友咧就唔係任意撈亂㗎啦。但係 HY 嘟 Peter 定 Peter 嘟 HY 啊？OK， 所以咧 Peter 同 HY 都會調位，點唔乘2？呢個係講緊 HP 定 PH。好啦，last 一嘢啦，中間嗰2條嘅調位，呢2個人嘅調位，你話咁2個女仔調位啊嘛，乘2啫，未完啦。但係你今日係有6位佳麗啊，你揀邊2個啊？你係揀1、2號、1、3號、2、3號、1、4號、6、3號，唔係咁啱嘅。OK。唔好再另一件事，佢話1、6號等等啊咁樣，你通常講 probability 好危險啊，因為啲數字嚟嚟去都有幾個嘅。好啦，咁你有6個數嘛，係咪？揀2個落嚟排隊啊嘛，所以6P2啦。係啦，當然呢一樣你唔中意寫6P2咧，其實講真啊，你個數學常識即係6個同5個咯，你寫6乘5其實係一樣嘅，你2個數字仲好啦，係咪 ？OK， 咁啊撳埋呢個算啦，9 fact 乘2乘 6P2 就係咁啦，21772800講完得唔得？好冇？呢扎歷年嚟呢10幾年裏邊咧，就係考呢6個情況嘅。咁啊，我喺開頭呢半個鐘頭講晒咧，就係因為我之後唔想再講呢啲無聊嘢，因為太簡單啦呢啲，好冇？得啦，好啦，繼續啦，我哋結業 Kiki 咁啦，試幾個先啦。放心啊，今日尾聲咧，我會同你做一個邏輯嘅訓練嘅。就算你學過啲咧，都係冇乜邏輯嘅，所以陣間臨尾都有啲可愛嘅，放心，一定有啲嘢攞走嘅。OK，嚟啊，試下，我試個普通嘢先，普通。14頁 2.4， 慢慢做得㗎啦。如果你第一次做，同埋咧，你喺叔叔呢度上咧，你已經係舒適好多㗎。呢個係14頁啦 2.4 啦。另外我哋試下一個嗱，唔好意思啦，嗱一定要做啲無聊問題㗎啦。15頁第3題，第2題3題啊 2.4 15頁2同3 2分鐘，嘗試畫多啲格仔，模仿緊點樣將啲你有嘅嘢填落嗰啲格仔度。呢個嘢咧，其實係好難，我覺得好難俾你話。本身一邊低邊有好多。呢度啊，呢啲咧，邊位都可以擺咧，你就幻想個男仔擺邊度。佢中間可以夾，跟住中間夾2夾4，中間夾2個女仔，可以所以話擺晒女仔啲時間揀呢個。所以最緊要就係男人夾，如果唔係，即係話啲罅裏邊只能擺1個。所以你可以將啲女仔投進男人嘅環中啊，定係個男人隔離有機會係男人啊。係啊，你我側邊都可以擺，因為係啊，所以留意翻 alternate 咧，就其實係唔一齊，但係唔一齊唔代表 alternate 咯，我分唔到錯。第一次聽有啲怪嘅，係啊，係咁噶啦，跟住之後
所以你係首先揀啲罅攝落去咯。咁有幾多個罅？個女仔啊嘛，6條罅，6條罅揀4條罅擺個男仔。冇嘢。啱啊，所以6P4係已經全部覺得。俾一填落去就覺得冇乜嘢㗎啦，冇乜事嘅。咩啊？實機啦，唔得啦，得，你梗係唔得，你走咗。好，係，好嚟啦，講啦，冇男人 next to each other。頭先講點樣可以令到啲男嗱，今日因為佢唔係兩個男人啊，佢係4個男人啊，所以你唔可以減走2個男人在一起啦。咁你哋要點樣分開啊？意味住即係我要呢啲男人唔可以一齊，即係一係隔離嗰個係女人，一係隔離係空氣。OK，好冇？你話隔離嗰個唔好男人啊。咁即係話啲女人咧，佢可以攝落呢啲罅都得，但係你發現咧，你攝落嚟罅咧，你唔識攝2個人嘅，所以調翻轉攝咧，我哋擺咗啲女人先，女人。今日啲女人。OK，咁如果我哋今日我之後就攝啲男人落去，但你發現我唔可以同一個位置攝2個男人，一旦同一個位置攝2個男人咧，男人就在一起啦。所以最緊要係一罅只能攝1個男人。我哋 total 有1、2、3、4、5、6個罅，6個罅揀邊4個罅擺男人啊 ？OK， 頭先啲同學你話不如咁啦，咁樣得唔得啦？可唔可以係呢個位啊？得嘅，但我想講嘅就係咧，有啲同學誤會咗，其實我寫一個 case 就知點解男。女男咧，呢個咧仍然叫做男人分開，但係佢哋唔係梅花間竹，見唔見到 ？OK， 得唔得？最緊要就係女人與女人之間嘅罅，最多擺1個男人。咁但係 total 呢啲邊位都冇問題啊嘛，所以會有1、2、3、4、5、6條啦，揀4條出嚟擺男人，讀 P4 頭先講嘅。揀邊4條罅係揀咗1、2、3、4號啊？定揀咗4、3、2、1號啊？即係你幻想你係1號男人，你係擺呢個位定擺呢個位？係啊，揀咗呢4格㗎啦，我哋 OK。但係我係擺呢格定呢格先，次序重要咯。剩翻女人嘅條位，乘翻6嘅 Victoria， 即係乘翻5嘅 Victoria， 就係咁啦。OK， 咁啊冇乜特別嘅，好 routine 嘅。所以咧，大部分嘅時間我哋做呢啲 permutation 嘅時候咧，大部分時間我哋都要嚟自記憶嘅。OK， 4、3、2、0、0，好啦，隔離繼續。佢話今日個女仔咧有3本中文書、7本英文書，呢個規喎。total 有10本書啦，今日呢啲即係將呢10本書嘗試放落呢10格，而我希望將啲中文書放晒最易㗎，即係個中文。OK， 後面嗰7本英文書條位，英文。OK， 咁有啲咩選擇啊？你有幾個選擇弱智啲嘅？今日第一個咧3個、2個、1個、7、6、5、4、3、2、1，或者頭3個中文書條位 ，C 嘅條位3嘅 Victoria， 後面7本英文書條位7、6、5、4、3、2、1，7嘅 Victoria， 出答案3 fact 乘7 fact。A 3嘅 Victoria 乘翻7嘅 Victoria， 答案30240啊。跟手 B part B 呢個咧同我哋頭先講嘅故事一樣，即係排隊嚟嚟都係咁噶啦。我要 together， 點樣可以確保呢3本中文書即係3 C1、C2、C3 同 E1、E2、E3、E4、E5、E6、E7 OK 嘅排隊。咁我要將啲中文書要係 together 啊嘛，三為一體咯。你以為呢度有10本書唔係？因為3本中文書一定要三為一體咧，即係中文書 group。另外搭多7本嘅英文書 ，OK， 而家有幾多樣嘢？係咪8樣？8樣嘅條位咯。As a result 就係7本英文書搭中文書 group， 8樣嘢，8樣嘅求其條位，8條一條位，8嘅 Victoria 咁多個。但係放每一個情況咧，3個 C 係 C1、C2、C3、C3、C2、C1、C1、C3、C2 等等，3條一條位唔係乘3，乘咩？3嘅 Victoria。OK， 好冇？就係咁啦。咁答案8 fact 乘翻3 fact。OK， 答案其實呢啲數字唔係好重要，過程重要。241920啊。好啦，跟手到第3個故事好荒謬，但係個 idea 都嚟自。佢話今日咧 Tom 有好多個女朋友啊，有3個極度樣衰，4個非常樣衰，8個樣衰。佢話今日希望將晒欄 arrange in a row， 而希望將 same level 咧 face together。即係話今日咧，雖則佢有幾多個位？佢雖則佢有15個女朋友，但係唔係15個任排落15格，而係將啲極度樣衰組、極度樣衰一組，非常一組，普通樣衰咧一組。OK， 點樣可以確保佢 place together 啊？
攞條繩綁住啦，先講過。所以你今日睇法上雖然佢有15條友，但係 group 嚟到講咧得3 group。因為一定要 place together 啊嘛，3 group 嘅排隊，3嘅 factorial。呢個係講緊3 group 嘅排隊。好啦，然後放每個情況底下，3個極度樣衰係極度樣衰1號、2號、3號啊，3號、2號、1號啊，2號、3號、1號啊，3號、1號、2號啊等等。OK， 3嘅 factorial。4個排隊4 fact， 8個排隊8 fact。講完就係咁啦，好易嘅。OK， 3 fact 乘3 fact 乘4 fact 乘8 fact。OK， 答案3483640啊。OK， 掂，繼續個咯，繼續。我哋開頭咧，嗱，我同你停一停喺 DSE 嘅 level 先 ，KK 頁先，繼續試下啲普通嘢先。21頁啊，2.2。嗱，最易嘅啦，先，呢個咧難得地係得2個女仔嘅，所以你有得揀，唔係成日得2個女仔咁少嘅。2.2同2.3。最易嘅啦，喂，真係啊！我哋今日講晒啲普通嘢先，我唔同你做啲無謂包裝。2分鐘。好嚟啦，咁啊嗱，蘇想講先，歷年嚟咧近年就好耐冇再考過2個女仔，因為太少啦，太簡單啦。但我就話咧，今日呢個問題就順便可以俾我講下第2個選擇。當我哋咧，我哋有2個選擇嘅。當然啦，乖，任何只要唔係在一起嘅問題咧 ，Method 1攝納係最安全嘅。所以咧，同學仔唔想諗咁多嘢啦，永遠用攝納啦咁樣，抬起頭乖。點樣可以確保啲女仔唔一齊啊？隔離係男人或空氣。所以今日咧，你擺晒啲男人先 ，OK， 然後投進呢1、2、3、4、5、6、7條啦，揀2個擺啦。你唔好擺喺同一個位喎，如果唔係，咪啲女仔一齊咯。所以你有1、2、3、4、5、6、7個啦，揀邊2個？係1、2啊、2、1啊、3、4、4、3邊2條啦？所以 7P2。7P2 咧係幻想緊到底我揀2個數字嘅啦出嚟，有幾多個選擇？我已經計埋次序，咁1、2、2、1 ，OK 又計一個3、2、2、3 ，OK 3、4、4、3 ，OK 等等。好啦，男人排隊6嘅 factorial。咁本身其實呢個咧，我哋做到第3條咧，條都咁樣樣嘅喎，7P2 乘翻6 fact，只要唔一起咧，就係呢個樣嚟㗎啦。3024啊，C 嚟嘅。
但我就話呢個問題難得地嗱，呢個係攝罅啊，攝罅係任何唔在一起都最安全嘅。但係咧，我覺得難得地呢個問題可以用 method 2用下啦，好冇？假如呢個世界只有兩個女仔，我要唔在一起，咪就係 O 減在一起咯。只要你哋兩個唔係喺埋一齊坐，你哋兩個就分開㗎啦。咁你點樣喺埋一齊坐？咩叫 O case 啊？扮條友撈亂啊嘛，8嘅 factorial 咯。咩叫在一起啊？二為一體 ，G 在一起，外圍仲有 B，即係話本身有8條，唔係，我哋要在一起，即係話咧，因為兩個女仔二為一體，所以今日6條加 GG group， 即係7條友7 fact。但係兩個女仔 G1、G2 啊，定 G2、G1 啊，OK 可以調位乘2。你會見到呢條式個感覺好唔同嘅，8 fact 減7 fact 乘2，答案30240。我想提一提大家咧，就係因為做 probability 或者做 permutation 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最難受嘅地方就係冇得 check，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嘗試從啲唔同嘅角度去理解，好冇？所以每一次即係雖則你做完，你可以試下從其他角度，即係到底我係咪揀個最快嘅方法，我係咪揀個最聰明嘅方法，呢個先係個分別咯，好冇？好啦，我哋繼續落去2018。8個 number 啦，2、3、4、5、6、7、8、9，有幾多排法 ？A part 直流弱子啦，係嘛？1、2、3、4、5、6、7、8個數字8嘅 Victoria， 跟住 B part B， 佢個第一個同埋最後嗰個又係 odd number。嗱，根據常識，3、5、7、9係 odd number， 所以如果你今日要希望第一粒同埋最尾嗰粒係 odd number 咧，麻煩有做先理論揀咗先，呢個會有4個選擇。呢個咧會有揀完冇得再揀啊嘛，唔會有3啊嘛，因為排隊啊嘛，所以揀完冇得再揀，得翻3個選擇。OK， 中間嘅人啊，求其揀啦，但揀完唔可以再揀，本身有8個數字，揀完不能再揀，得翻6個咯，揀咗2個啊嘛，6個、5個、4個、3個、2個、1個，正常啲點算啊？6條友排隊6 fact 算咯，好冇？咁啊，當然你咁樣寫都得嘅，但係我覺得4乘3乘6 fact。OK， 做完。有啲同學咧會懶係嘢，再扮嘢多啲。我示範一個扮嘢嘅做法，4乘3乘6 fact，我寫埋先。呢個係8640。好啦，但係咧，有啲人會寫咩咧？唔寫呢個咗。今日咧我知啦，4個人3、5、7、9揀2個出嚟排隊啊嘛，係咪？4P2咯，係咪？即係到底係4、3啊，3、5啊，5、3啊，7、5啊，5、7啊，再乘翻6 fact。OK， 一樣嘅，好冇？咁啊，但係我覺得寫4P2寫3個字，寫4乘3咪仲快，係咪？4個揀2個出嚟排隊，同4個3個選擇同一個意思咯。OK， 所以2個底下其實我係唔會寫 P 嘅。8640就係咁，掂面。好啦，我哋做多個，然後加難少少。20頁12題，慢慢做啊，慢慢做得噶啦，2分鐘。你諗下咧，你下次你做完份卷你要做 check， 你望住你啲數字，你唔知自己數字有乜嘢 check， 所以你 illustrate 咗啲嘢咧，你先能夠 check 到你係做幾時，你做到邊個位，做到邊啲 detail。你話呢個我陣間會講多個 shipping 教啲人喺 together 底下咧都可以做呢啲 shipping， 但係我哋因為咧今日份工係怪嘅問題，所以我哋講多個方法。Oh my god！ 跟住8個人，呢個時間跟住我係
即係叫你畫出嚟咯。係咪畫天馬寫多啲啦？畫天馬寫多啲啊！當你知道兩樣嘢同一樣嘢嘅時候，你先後設㗎嘛。呢得唔得？加平成2唔夠啊！你畫咗佢出嚟啊！等先 ，Kelly 要 do Michelle 啊，中間得一條友嘅喎。啊，學咗都係應該。你當佢哋唔係有啲嘢，我以為。嗱，做完呢條咧，我就同你做下啲腦袋嘅運動，好冇？我哋做咗呢個先。Kelly Michelle 另外搭8個人，嗱，蘇蘇呢度提一提大家呢個問題咧，正常嘅人點樣做？同埋我陣間想俾多個方向大家睇，因為呢個方向咧係有啲題目應該要咁樣做，同埋咧近年有一隻咧叫做數連續數嘅概念，都係要咁樣做嘅。我做一個普通版先，睇呢度。Kelly Michelle 集中啲乖，另外搭多8條友。OK 排隊，我希望乜嘢啊 ？Kelly 同 Michelle 中間有1條友，即係話今日我哋麻煩有做先理論咧，我要 Kelly do Michelle， 我一定要見到呢個字。咁然後後面咧就仲會有啲人，外邊仲有幾多人啊？8條友搭咗一個啦嘛，外邊仲有7條友，係咪咁？嘣嘣嘣嘣嘣。咁而家你今日目標好簡單，記得畫落去，你先支持你想見到啲乜嘢。我希望將呢8類嘅人做排隊，所以8 fat 咧係必然見到嘅。OK， 中間呢2個人嘅調位一定見到嘅。好啦，最大問題啦，呢個人你揀咗未啊？你未揀啊嘛？有幾多條友揀啦？8個咯，講完咯，做完啦，係咁。係冇？所以你一畫落去，你就知道，呢個未揀，你咪 X 咯，你未揀啊嘛，你有8個選擇啊嘛。除非同你講，我 Kelly do Michelle 嗰個 do 一定要係2號仔。OK，otherwise 呢個嘢仲有嘢揀，得唔得？冇問題，得啦。好啦，咁啊，所以答案8 fat 呢個係 method 1嚟嘅，我陣間會講埋 method 2，乘翻個8，乘翻個2。OK，答案6、4、5、1、2、0，數漏唔緊要㗎，正常㗎開頭。但係一定要試落手數咯，你先知道自己漏咗啲乜嘢咯。乘2，因為 Kelly do Michelle 定係 Michelle do Kelly。OK， 好冇？好，繼續 Kelly Michelle 定 Michelle Kelly，MK 定 KM。繼續，佢話今日希望 Kelly 同 Michelle 中間係攝2個人啊，即係我唔係要 Kelly do Michelle 啊，我係要 Kelly do Michelle 啊。咁 Kelly do Michelle 底下外圍仲有6條友啦，因為 total 本身有10條友啊嘛。外圍6個人游離分子，咁呢6個人再搭埋呢4圍一體咧 ，as a result 係7個人嘅排隊。OK， 好啦，然後啦 ，Kelly do Michelle 定係 Michelle do Kelly 啊？乘2，呢2條友調位係嘛？或者你諗下呢2條其實頭先我哋做過㗎，邊2個啊？係1號、2號，定係2號、1號，定係3號、5號，定係5號、3號啊？中間呢2個人你揀咗未啊？你未揀噶嘛，係咪？咁你中間呢2個人揀邊2個啊？你有8個人揀2個出嚟，8個選擇，7個選擇都得。再唔係8P2一樣嘅啫。OK， 好冇？8個揀2個出嚟排隊就係咁啦。答案7 fat 乘翻2乘翻8P2，做完答案5、6、4、4、8、0。呢個咧2個都係 method 1，但係蘇蘇咧想大家聽埋呢個俾粒星。以下呢一刻咧，乖，你睇答案你睇唔到分別嘅，但係呢一個嘅數嘅 principle 嘅感覺咧，佢係同後期我哋會講一隻叫做consecutive number 嘅數法係一樣嘅。你諗下，講出嚟乖啊！頭先嗰個咧我哋就係麻煩有做先，而家係麻煩有做後。OK， 諗法上有啲唔同。我排晒其他人先，1、2、3、4、5、6、7、8。頭先你見到個女咁樣數，我覺得幾好。呢個咧喺我哋有啲人咧中意數2個人係咪一齊坐啊？你都係咁樣做嘅。喂，擺晒其他人先咧，唔搞你2個住，你麻煩啊嘛，唔做住咯。頭先我就麻煩你麻煩我做先啦。OK， 而家因為我擺晒其他人先，你2條麻煩啊嘛。我8條調位，其實你2個人唔出現就最好啦。OK， 你話中間要攝1個人啊，我擺晒其他人先攝你哋2個落去。你只有幻想我要 Kelly 同 Michelle 中間擺1個人，佢哋可以擺嘅位置有邊個位啊？
13位選擇1，如是者24位係嘛？即係擺呢兩個位得啦，咁啊中間攝一個人咯。如是者3、5、4、6，我認5、7，即係有1、2、3、4、5、6、7、8。Kelly 同 Michelle 可以擺嘅位咧有8個選擇，見唔見到？你諗下係咪？我擺晒其他人，其他人企晒喺度，你兩個人中間要攝一個人，你唔係擺呢兩個位，中間攝1號，定中間攝2號啊，定中間攝3號啊，定中間攝4號啊，如是者定係中間攝8號啊？呢個咧我哋係先擺晒剩翻嘅人，再擺呢兩條友。未完啦，未完，仲有啲乜嘢？Kelly Michelle 係攝呢8個位㗎啦，但係佢哋兩個都可以調位。係 Michelle Kelly 咁樣攝咁樣攝啊，定咁樣攝啊？咁樣寫成2。剩翻8條一條位，所以你見到條色一鬼樣嘅，係想法唔同。OK， 好冇？得唔得？好啦，有時候會連色都唔同嘅，但係而家呢個咧就係我先將佢擺落嗱，我方便大家睇嘢啊。我係講緊1、2、3、4、5、6、7、8，我係講緊咁樣，如是者去到咁樣，有8個選擇。OK， 好冇？得啊，好啦。下一個咧，其實呢個咧，我覺得幾好嘅，真係1、2、3、4、5、6、7、8，同埋今日咧臨尾今日份功課會有一條欄嘅，嗰個用呢個數法嘅，因為佢係 round table 嚟嘅。係繼續咁啊要擺兩個人，咁啲咩擺啊？又係咧8條友擺先，即係呢8條友係咪1、2、3、4、5、6、7、8咁擺都唔重要，係咪都係8條友 hea 晒出嚟㗎啦？咁嗰兩個人擺咩啊？你中間攝邊兩個唔緊要，一係呢兩個位，講緊位喎，一係呢兩個位 ，OK， 一係兩個好啦，所以1、2、3、4、5 ，OK， 然後6、7咯，有7個位擺，見唔見到 ？OK，total 係有7個位擺7咯。咁然後嗰兩條一條位啊嘛，乘2咯。OK，8條撈亂啊嘛，8 fat 咯。嗱，條色會有少少唔同嘅喎，啱唔啱啊？你 check 下咯。答案8 fat 乘7乘2，答案5、6、4、4、8、0，就係咁啦，一樣嘅。呢個咧都係用緊個攝嗰兩個人落去，呢個用緊攝嘢 ID 啊。攝嘢 ，OK， 點面好啦，嚟噶啦。嗱，我今日做多兩條嘢，兩條係幫你清空下個腦袋嘅。第18頁，如果大家同學成課書學晒咧，通常咧一係就啱啱教，一係就學晒噶啦。如果你學晒咧，你一定會聽過一個嘢叫做 Venn diagram 嘅。Venn diagram 咧喺呢個喺成課書嘅設計裏邊，可以話係垃圾中嘅垃圾嚟嘅，因為本身佢係想幫你處理邏輯嘅訓練，但係完全冇處理過嘅。係咁，我而家就同你處理一次邏輯嘅訓練。第16頁，第5題。你會發現咧 DSE 咧而家啲問題我先講咗啦，佢係頹廢咁樣出噶嘛，因為費事你覺得太難啦嘛，係嘛？咁啊本身咧 Venn diagram 咧目標係處理啲女朋友講同你講，我今日我唔想食日本嘢，我又唔想食韓國嘢，我唔想食甜嘢，我又唔想食鹹嘢，咁佢想食咩啊？等等嘅問題，本身係咁噶，唔想答唔想，你翻譯下，即係你想食咩啊？啊食屎啦咁樣 ，OK 噶，即係你係想食啲咩先得㗎？你未講。係咪？咁啊佢話其實唔使㗎，你用 Venn diagram 就能夠解決到嗰個女朋友真正想食嘅嘢嘅問題㗎啦。即係你學數學就可以咁㗎啦，但係學數學未必有女朋友咁解嘅。OK， 好，你望翻呢個，呢個係第5題。呢個咧係一個好可愛嘅故事嚟，因為好多人咧係連條問題要數嘅係乜嘢都唔知。我陣間你試下數完，好有自信，然後我哋陣間對答案睇啱嘛。我認識嘅大家咧有90%嘅人係唔啱呢條嘅，即使你學咗，試下2分鐘。Not stop not 咧，你係好少做嘅。A、B 要啱喎，A、B 太易咯喎。因為咧好多時大家咧會憑直觀去理解係係唔得。只要我見到你條色會加好。
係啊，啱佢答案都一樣，因為佢兩個都係蛇，答案應該係。我講到咁，你試下認真啲做喎，試下唔使低嘅嘢啊，認真肯定唔係七隻得咁你媽咩事啊？數埋數，點解咁快數冧把同個 A標嚟錯搞錯，冇晒步。哇！呢個好準確。講咗頭兩個先好冇？嗱，我哋試下，即係如果你係學校學咗，即係尤其是如果你作為一個 M1 嘅同學，其實你唔係好識做，其實幾鬼過分嘅。講真啊，咁我哋望一望先。個故事係咁嘅，佢話今日咧有一個金色，一個銅咧，有5個係 silver 嘅。咁啊由左至右咁樣排，希望咧最左手邊個係金色。嗱，麻煩有做先喎 ，OK？ 所以先將呢個金色擺落嚟先。其他有冇所謂啊？冇啊嘛。求其調位咯，係咪？求其調位有6個人調位 ，A part 6嘅 factorial， 我繼續 B part B， 1 2 3 4 5 6 7，OK 7粒，然後就話啦，最右嗰粒要係銅，有人啦，麻煩咗做先，邊一個選擇啫嘛？呢格係咪一個咯？係咪？擺個銅落去先咯，咁剩翻又嚟啦，呢6條友嘅撈亂，求其撈咯，6嘅 factorial，OK 冇問題。C part 呢個叔叔要講一講，嗱停一停先啊。喺我細個學嘅時候咧，有個名堂嘅，關於呢啲邏輯，即係點樣處理女朋友。最後想講嘅嘢咧，有條 theorem 嘅，叫做De Morgan's Law。De Morgan's Law 咧，主要原因咧就我哋處理啲即係我又唔要呢個，又要嗰個，或者我唔要呢個，而且唔要嗰個，到底你想要嘅問題係乜嘢啊？咁樣佢有好多邏輯嘅一啲 rules 要背嘅，咁但係而家咧 cut 鬼晒㗎啦。Venn diagram 係最似樣，但係你未教啊嘛。我講一個最容易理解，叫做 True False Table。True False Table 咧係 Venn diagram 前身嚟嘅，即係講翻邏輯嘅歷史之前咧，就係做呢個True False Table 先。兩個要求啊嘛，你唔係係就係唔係，唔係係唔係唔係4個選擇嘅，係咪？即係話今日你有4個要求，佢話今日咧金色係喺左手面，唔係右手面嗰個唔係銅。喺呢個世界裏邊咧，即係你有2句嘢啊嘛，即係左金寫低寫，一定要寫乖。右銅，右銅 ，OK？ 你兩個都唔係啊嘛，即係 total 咧，我唔好講呢句嘢先，我要係左金右銅 ，yes yes， 左右係金，右又係銅，第一個，左係金，右唔係銅 ，OK？ 左唔係金，右係銅，last一個，左唔係金，右唔係銅，講觀眾望出嚟啊！我想問，如果你今日同你講嗱，你哋學過 inequality 噶嘛？而且啊嘛，即係我今日要個男朋友又要高大又要靚仔，即係2個要同時間 fulfill 噶嘛，係咪？我想問第一個得唔得？睇先，我要左唔係金，右唔係銅，而且第一個得唔得？梗係唔得啦，呢個死晒啦，大佬係咪？呢個得唔得？唔得啦。喂，呢個得唔得？唔得。第4個得唔得？得一個 case。所以理論上咧，如果你問我咧，我係唔會用減號嚟數嘅。幾時會用減數嚟數啊？當對家比你更加簡單嘅時候。而你今日簡單喎，你今日得一個 case 喎，理論上呢個簡單啲嘅 case 得一個啊嘛。如果你數對家，你咪數3個 case。OK， 所以有啲同學咧就嘗試做減號咧，會 work 嘅，但係我唔做減號，我嘗試勇敢咁樣 direct count。咩叫做第一個唔係咁聽書費事咧？通常呢條問題係最多人問嘅臨尾，我哋聽我乖喎。1 2 3 4 5 6 7，咩叫左手面唔係金啊？即係我可以擺咩啊？可以擺銀或者銅，係咪咁啊？係咪咁啊？叫左手面唔係金咯。OK， 好啦，有幾多個選擇啦？數啊，銀或者銅有6個選擇。最後嗰間咧有咩揀啊？佢唔要銅啊嘛，你頭先講噶嘛，我淨係要呢種啊。總之左手面唔好擺個金落嚟，你右手面唔好擺個銅落嚟啊，2個同時間 fulfill 啦。右手面唔好擺個銅落嚟咧，即係你可以擺個金或者銀落嚟。有幾多選擇啊？係啱啊，你正常你開始擔心嘅。你呢個擺咗，你呢個有幾多選擇？本身金或者銀咧，理論上有6個選擇，唔係啊。你呢個如果揀咗個銀，呢度咪少咁隻咯，係咪？你呢個揀咗個銅，呢個咪多翻隻咯。所以理論上，當你一咁樣寫嘅時候咧，你就知瀨嘢啦。我唔知填乜嘢好，見唔見到先？幾時要分 case 啊？但係當你發現你啲嘢係 depends on 你上一個選擇，而你上一個選擇拆得唔夠細嘅時候咯。OK，
呢個就係啦，因為你知道你今次嘅選擇 depends on 你上一個攞咗個銅誒，今日攞咗個銅 ，OK，你尾嗰個要攞金或銀啊，仲有6個，你頭一個攞咗個銀啊，攞咗一粒銀啦，你尾嗰個要攞金或銀咧，就得翻1+4有5個，所以呢個係你係唔知填咩。既然係咁咧，我哋拆開2個 case，就係第一個集中啲，第一個我攞咗個銀，定係第一個攞咗個銅，尾嗰個咧都係要金或銀嘅。好啦。我想問第一個，如果我係擺咗個銀落去，總之你唔係金啦，係咪？第一個擺咗個銀落去有咩選擇？喲，快啲，有幾多個啊？5個啦。尾嗰個咧，金或銀有幾多選擇？望一望上面啊，金或銀咧本身有6個嘅，但頭先你攞咗個銀啦嘛，得翻5個選擇。中間呢啲人咧係任撈嘅，求其啦，係咪？總之我要求做咗，你求鬼其，你排隊算數啦。OK，你本身有7條啊嘛，5個人嘅撈亂，5個 factorial。我哋繼續落去。第一個擺個銅落去1個選擇，尾嗰個金或銀有幾多個揀？唔揀銅，揀咗個銅，咁即係冇人嘅影響你啦。你個鋪有咁多個金或銀，你咪6個咯，係咪？中間任撈5嘅 factorial，所以答案5乘5 fact 乘5加1乘5 fact 乘6啊。最 K 上咧就應該係得2隻嘅啫。OK，當然咧有啲時候可能數對加會快啲嘅，乘翻個6，答案咧會係3720嚟嘅。見唔見到？O 唔 OK 先？點解減號唔 work？所以同學抬起頭，有啲同學咧會嘗試減咩咧？集中喎，減咗個 A， 減咗個 A 係咩？減咗左手邊個係金，其實好 make sense 喎。OK 係咪？你話你唔要左手邊嘅金啊嘛，你唔要右手邊個係銅啊嘛，你減咗左手邊個係金，減埋右手邊個係銅，你會發現唔啱。點解？抬起頭，因為左手面嗰個係金係包括乜嘢？我哋望住邏輯表。左手面係金，係包括咗左手面係金，右手面係銅，同埋左手面係金，右手面唔係銅，你係包咗呢兩個情況。但係右手面係銅咧，你包咗邊兩個？你包咗右手面係銅，左手面係金，同埋右手面係銅，左手面唔係金嘅情況。即係話，當你一減走呢個，一減埋呢個嘅時候，係啊，其實你想減走晒3個 case 啊嘛，係啊，包晒噶啦。但你發現你減走呢個咧，你減咗呢兩個，你減埋呢個咧，你減走咗呢兩個，你發現咩啊？你係好特別啫，你冇理由俾人 call 兩嘢啊，大佬，係咪？所以你臨尾咧，因為呢個俾人 call 咗2次啊，計咗2次啊，你就加翻就佢出嚟啦。OK，呢個係其中一個，我陣間臨尾會講多下呢個嘅，即係有冇 method 2啊？如果我係都中意計對加，得唔得咧？我陣間講埋。OK，我哋試下另外一個，將中間嘅符號換成 O 啊，唔係或唔係，我唔要食呢一樣嘢，或者我唔要食嗰一樣嘢。OK， 7 2分鐘得啦，差唔多啦，講埋呢個收工噶啦。我想俾大家 feel 下，其實本身 Venn diagram 嘅用途，但係佢冇好好把握呢個用途嘅，其實應該 cut 咗佢。
4P3 三撇係啦。你畫出嚟你又覺得易㗎啦，你嗰個圖咧係同自己嘅溝通嚟，你都知道數到邊。所以有陣時我都唔係好明啲人點解可以畫低可以通常係數到大半，但係有時候數到八成，係數唔大嘅。你話幫親你要邊個？你要邊個？係嘛？咁你唔數呢三個咯，一定數對家。因為 yes 嘅 case 有3個 ，no 嘅 case 1個，所以冇 no 嘅 case 揀走。True false table 最好係咁，就係你解決咗邏輯嘅問題。你哋翻去瞓唔着，你有興趣可以翻去睇下 De Morgan Store 幾精彩嘅，即係佢有好多個，即係你兩個，你諗下，如果有兩樣嘢，唔係答唔係，你其實得幾個？佢有3個要求，唔係或者答個而且。到底你想要咩啊？你係唔係好似阿乜嘅？咁所以本身個 De Morgan Store 有好多呢啲可愛嘅地方嘅。咁啊，翻嚟呢個先。佢話 Fiona 啦、Betty 啦、Chloe 啦，我另外答多3個男仔。嗱，假設3個女仔咩係女仔先啦。OK，由左至右咁樣排，男女 alternately。頭先講過啦，要係 alternately 都同 Zip 啦有啲唔同嘅。OK，因為要講到明要 alternately 即係要男女嘣接咁排，男女 ，OK， 呢個3男3女，但留意翻，因為數量一樣啊，3男3女可以男女啦，亦都可以女男，畫咗你就少咗漏噶啦。先講 case 1先，男女係啦，排法上一定係咁噶啦，用梅花間竹，男人嘅調位3條一條位，女人嘅調位3條一條位，3撇乘3撇。3、2、1，當然有啲人咧唔知點解咧，即係如果你開頭你覺得，我做呢啲真係好渣咧，你其實寫慢少少就得噶啦。3個選擇啊嘛，2個選擇，1個選擇，女人都係喎，3個選擇，2個選擇，1個選擇，乘晒就係噶，乘法冇次序嘅，所以3撇乘3撇啦。OK， 上面一樣乘翻2，2個 case。B part B， 女人又唔一齊，點樣女人可以唔一齊啊 ？OK， 咪就係排晒啲男人，女人隔離嗰個係空氣或男人咁啊最好啦。咁啊男人排先有4條啦，揀3條啦出嚟擺啲女人落去，4P3，仲有3個位擺男人3 fact 嚟嘅。OK， 好啦，咁啊所以答案 4P3 乘翻3 factorial， 答案144。C 呢個咧就係叔叔要講啦。因為憑感覺咧，好多時大家做錯。你話翻 true false table 頭先你做咧，你就發現啲嘢幾易喎。佢話乜嘢啊 ？Betty 唔可以喺最左 ，Fiona 唔可以喺最右。我哋想咧，咁即係話邏輯情況啫，即係佢係最左 ，Fiona 係最右。OK， 到底係 yes no yes 定係 no no？ 即係 Betty 喺最左 ，Fiona 喺最右。Betty 喺最左 ，Fiona 唔喺最右。Betty 唔喺最左 ，Fiona 喺最右，定係 Betty 唔喺最左 ，Fiona 唔喺最右啊？唉，你今日要咩話？或者又係落翻我哋之前嗰個 inequality 嘅感覺啦。或者高大或者靚仔可以純高大而唔靚仔，可以純靚仔而唔高大。總之是但一個 fulfill 咧，我全都要。OK， 佢話今日我要 Betty 唔喺最左，或者 Fiona 唔喺最右。我想問第一個得唔得？唔得。第二個得唔得？得。OK， 是但一個 fulfill 都要喎。第三個咧 ，Betty 唔喺最左 ，Fiona 喺最右，得唔得？得。Betty 唔喺最左 ，Fiona 唔喺最右咧？呢個得唔得？得啊！全都要你諗下，你試下幻想，我今日希望有個男人高大或靚仔，我俾個又高大又靚仔你，哎呀我唔要，你唔會啊，係咪？即係你咪最正咯，咪就是但付俾一個我要咯，我亦咪是但付俾一個，所以你會發現咧，今日要 yes 嘅 case 咧有3個，你叻仔你可以數晒嘅，你唔會嘅，你梗係數對家，因為對家得一個，即係 all case 減走呢個就係啦，邏輯訓練。All case 求其排6嘅 factorial， 減咗 Betty 喺最左 ，Fiona 喺最右嘅情況，擺低阿 Betty， 擺低阿 Fiona， 中間任鬼排 ，OK 4 fact 就係咁啦。本身咧破必係對大家有啲邏輯嘅訓練嘅，而家考到好弱智問題咁樣。佢本身應該要考呢啲嘅，但係越 cut 越少。我再講一次，就係咁啦。咁我哋望翻左上一個先，我唔會講對家，因為今日如果講對家，你要數晒3個。睇頭先我講過。呢個數對家其實唔差嘅，睇翻 map 2。OK， 頭先我就話咧，左手邊唔係金，右手邊唔係銅。你話我中意減好得唔得啊？如果你要減咧，你要減走晒3個，即係 all case 集中 all case 即係7個獎牌嘅排隊，7嘅 factorial， 減走左手邊金，右手邊乜都得。但你望一望左手邊係金，減走6嘅 factorial。
減走右手邊係同，減走6嘅 factorial。其實你想減走晒呢3個 case 啊，但係6嘅 factorial 裏邊咧已經係包含咗左金右同，左金又唔係同，同埋減走下一個6嘅 factorial 嘅時候咧，就係右手面係同，左手面係金，右手面係同，左手面乜都得啦，總之係右手面係同嘅，去到數晒。所以你發現呢一個人咧係俾人減咗2次嘅，因為呢個6 fact 係包含咗左金右同，呢個6 fact 係包含咗左金右同，減咗2次，加翻個左金右同嘅情況。左手面係金，右手面係同，中間乜都得，任排5嘅 factorial。呢個咧就係減咗左金右同，因為你俾人減咗2次，你咁慘啊！我加翻俾你右同嘅情況啦。所以答案7 fact 減6 fact 減6 fact 加翻個5 fact 就係咁。答案372啦。當你發現你用2個唔同嘅邏輯去做嘅時候，個答案都一致咧，咁你就好安樂噶啦。OK 就係咁啦。得啦，講完冇嘢講，留翻下回繼續。我今日開咗個輕鬆嘅頭，下回咧我每堂我都會講啲私心嘅。呢今堂講嘅嘢咧，其實就係大部分年份會考嘅排隊嘅問題。下堂我講下其他私心。今年功課 Part 1至 Part 2A 就係咁。有啲問題歡迎 IGDM 我，有問題留低，冇問題下回再見，拜拜。